東漢末年，戰火紛飛，英雄並起。劉備一個仁德的漢室後裔，卻屢戰屢敗，勢力單薄。他深知要成就大業，必須得到一位曠世奇才的幫助。此時，南陽臥龍諸葛亮的名字傳遍天下，傳聞他足不出戶，便知天下事。劉備如獲至寶，帶領關羽、張飛3次拜訪隆中茅廬。第一次，諸葛亮不在；第二次，形勢撲空，張飛忍無可忍，氣到頂佢個肺，心諗呢個諸葛亮咁串㗎，係咪黐線㗎？但劉備卻堅定不移。第三次，劉備在寒風中恭敬地等了諸葛亮2個時辰，最終諸葛亮被劉備的誠意打動，獻上隆中對，為他規劃了3分天下的宏偉藍圖。呢個故事真係撚咁勁，展示咗求賢若渴、堅韌不拔嘅精神，成就咗一代霸業。你又會唔會為咗一個目標，做到咁戇鳩咁堅持呢？